Hello，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今日我来同大家介绍一本一定的等一下又一定有教育意义的绘本哦，我到闽南上下嘅资故。一本书啊，唔但将提升嘅闽南嘅片技能嘅生态环境保育，甚至于讲还有行业文化传承哦。一个故事底背有乜嘅神奇嘅内容呢？我哋今日来邀请当地嘅两位好朋友同我哋好好分享吧。首先，先来分享我哋闽南爱上协会嘅邱清菲金惠姐。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闽南愛上下經費嘅總幹事邱清菲。哇，分享金惠姐，下來呢係我哋闽南80條協會嘅黃秀梅先生。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黃秀梅，大家係我感恩先生就做得。哦，感恩先生，係是的感恩嗎？錯，真是的哦。哇，歡迎兩位在地嘅好朋友來到節目底部。首先呢，先來強調一下金惠姐，前面的時間，你看，有拿到一本安定一下嘅繪本呢，到底一個繪本，頭都有講下佢係手機人嘅闽南當地嘅生態環境保育同一個客家文化。先就看到安尼嘅主題，做乜嘅唔能會想講我哋推出一個繪本啊？我哋社會好提。也上十年以來，我哋養成啲上十年，也上十年以來，其實做過到在地客家文化、跟生態保育嘅社區嘅推廣嘅工作。那嗰當時就其實嘛採訪嘅嗰度老人家嘛，常常跟新人嚟接觸，那就一次講下講啊，我哋睇做一個生態保育嘅事情，應該要有搭配嗰度模樣教材可以嚟做。那都好有一本繪本就係一件嘢嘛，喺睇推嗰度家庭啊，或睇講客家，那有內容嘛，客家仲係有啲文化件，或者乜嘅事件可以睇下啲片落腳。所以我哋就想到講啊，我哋嗰度家庭，人哋學習客家有啲係空調嘅，那空調嘅啊面有改好嘅一自然嘅環境，有松海、黃鐵水庫，嘛有我哋嘅閩南湖，一種個濕地生態嘅農田生態系。所以嗰當時就想講啊，我哋係咪可以用一個客家跟生態保育來結合，拿來教新人呢？其實人賞鳥嘅時候，某一天人可以用華語來講，介紹一條調嘅，還是可以用客家來介紹一條調嘅，所以就大家就討論，然後就出版了一本。原來啊，係啊，我就拿到一本繪本嘅時候，其實我有看一下，我都發現到講，真是點解講個嗰度嘅調係名嘅吼，我真是都講魔術師，尤其係行業部分，其實華語的部分，方言我哋其實攏知，唔過轉到轉來講行業嘅時間，我想講，因為想唔起來，以前冇聽過老一批嘅講到，這下嚟好嘅時間冇，又冇特別針對一個部分去了解。嗰時候講拿到一個時間，真是鬼感動嘅。假使講能各作出嚟吧，有可能我哋閒些時間都抵按到一個行業部分。唔過頭都同金惠姐安嚟講，我哋組織一個協會吼，已經有30年嘅工作經驗嘅。可以同大家觀眾朋友吼，嚟分享一下，我哋協會到底係做乜嘅？係做生態保育呢，還係文化傳承嘅部分角度呢？我哋其實也幾好弄睇做，就我哋因為講一個社區嘅一個重建嘅工作，和農村嘅一個發展嘅工作，唔係讓一個面向嘅，所以其實我哋社會嘅角色好像一個平台，就跟嗰度無樣嘅社團、無樣嘅人、無樣嘅時代，老人家嘛有，後生啊嘛有，那學教學嘛有，就向下合作，同時睇推動一個文化保存，像白宮嘅文化啦，又係講有啲位太學生出去以後，像我自己本身就係我都咪讀太學嘅時節就參加啊闽南愛上下經費嘅志工，人可以鼓勵食一道菜體嘅東西，那所以長年嘅也培訓嘅工作我哋嘛會做，那還會做就講生態嘅也道像生態溯溪啦，又係一款調嘅也道我哋會搭配就80條社會來向下做，所以我哋講專門做嚟嘅工作，我哋冇專門做嚟嘅工作，就看社區嘅一個發展嘅一個需求，也係需要做乜嘢，我哋因為我哋係在咧。移民的團體嘛，我哋社區，我哋也社團體會理講師啊、會員啊，然後大家就會提供嗰度嘅 idea 創意，啊，大家就會想講，有事情可以用做，其實所以我哋嘅社團就應講會拆開發啦，吼，因為我哋聽聞我哋去間社團嘛係。我哋係在因為反水庫嘅運動，大家需求強下，但係也唔係樣單單翻譯嘅事情，其實可以用去延續啊社區嘅嗰度保存嘅工作，
发展的呀工作吼，容易可以与时俱进，也还在俺们就之所以顺利的上升也，但还是睇下片。因为那个菜铁的时候，下飞来讲，其实最主要。以前最头下的时间，而且来讲係面農反水庫一個議題嘛。但係水庫冇建之後，大家如果想講，一個咖啡還可以做某個事情，如做一條菜鐵的事情，語言、文化、產業，反正只要菜鐵的事情，咖啡攏有達到都做嘅。我跟大家一下就沙灘個蓬勃發展，但是咖啡都我跟大家盡量去批下間。討論係。咁樣先生，頭到安尼金惠姐有時候嘅接下來喺你哋咧社團、你哋咧組織嚟講，80條咖啡應該係同調味有關係嘛？係特別針對一個80條呢，行係全部嘅調味攏有，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嘛？好啊，80條係我哋嘅咖啡嘅名。因為之前反水庫嘅時節，80條一種調味是全世界有一個 IBA 個重要一種物種。因為以個特別個少，所以本嘅全世界看得到，我哋一邊會做水庫，所以一種調嘅，個像我哋救命恩人啊，救命恩人，因為一種調嘅喺全世界有那種瀕危物種，所以就做得救到我哋嘅乜嘅反水庫嘅個議題，係所以。我哋當時就按照面農80條咖啡，因為頭都講到嘅愛上特別事情個慘嘅，唔過我哋要講欣賞，伊能對嘅自然生態個重視，當時反水庫嘅時候就因為啲傷害，上海保護也嘅我哋嘅乜嘅水源地嘛，係保護面農，所以就我哋就專門看調嘅，做環境嘅記錄。所以當時就喺上海、美濃湖，還有我哋東邊嘅茶檔山，所以大部分都係欣賞，所以我哋大部分就做嘅記錄，看調嘅記錄，接下來我哋去學校推廣，所以從我目前退休之前喺美濃嘅做，我英文欣賞，唔過我要教賞鳥社，看調嘅社團，我哋嗰度欣賞喺學校嘛，攏做一條事情。還有我退休以後啦，8年前退休嘅時候，我又去兩度嘅種，美濃嘅兩度嘅種，岐山嘅奇美高中做賞鳥社推廣。美方同我哋一本書個有關係，就係我又去沙溪大學開一個親子賞鳥班。係，就睇無論睇些幾家人向來送來課，係所以我哋就發現，我哋做調查嘅時節要講有個客家名，我哋推廣客家嘛，同自然生態，客家調嘅名，唔得白用啊，所以我哋就係想講，同美濃愛上嘅個黃貼紙結合，我哋就判養堆來想辦法，唔得白用架啥？英文先生就提供牛津字典每禮拜係呢一段時間就會推出新嘅名，因為 living language 就新嘅語言，我哋係用咩？所以冇禮拜用嘅我哋做得來安名，所以嗰時間我哋就開始想安名嘅事情。啲社團啊，學校啲杯上課，大家就會向下問講，用乜嘅名個好？冇名我哋即個來安名。當然之前我哋嘛有搶高嘅總批啦，係頭擺係留下來嘅名我哋就熟悉起來。當時就許秀友先生同黃新權先生，我哋訪問到嘅留下來，唔得擺我哋就來向下上。所以為做一本就希望講同我哋客家舊嘅調嘅名做得傳承下來，新嘅名做得有一本書做得留下來，還有個重要嘅就也下異化世代嘛。名錄方做得查得到，係也個名呢，本我哋客家嘅調嘅名做得喺名錄方簽得到、查得到，咁樣傳承下去。真是，頭到安尼感恩先生安尼分享，本來真嗰時嗰種感覺啦吼。如對我哋想去了解客家文化來講，也係講我哋客家嘅字體，想去學以前
总批嗰条吼，今年嘅批有用版嘅行业对有啲条嘅名来讲，也係講人哋更加新嘅，大家可能有個需求啊，將得到先生講嘅人哋出去攞去做導覽，也係看到嘅時間，同其他朋友也係講新年嚟講，有個條嘅名嘅名，唔單止可以講華語，還可以講行業嘅部分。錯。講到盡嚟，頭先咁嘅先生唔啱你講，唔知個本身咧專業係英文錯冇？係錯。唔知個因為有一個算興趣嘛，因為香港我揀呢有個80條嘅協會，這個係興趣去研究有個條嘅呢，係有乜嘅特別嘅原因？因為我同我先生認識嘅時節，其實交往嘅時節，識嚟識去朋友嘅時節，就來到美濃。啊，拄到因咧攀黃貼紙，啊，我體白用雕匠嘅就往眼睛看到嘅雕嘅暗漿，啊，唔過條白韓式睇到嘅角角嘅有一種雕叫五色鳥，角角嘅會叫啊，我感覺個草，我就會叫字呢。係啊，條白我目前開始賞鳥，我就會叫字。啊，不然就睇到水母嘅時節，本嘅早晨本雕嘅草香，我感覺奧妙個煩啊！啊，唔過來美濃黃貼紙以後，開始看雕嘅以後，哎，奧妙些，然後看到雕嘅個歡喜，啊，我哋行業自然生態嘅時節，就發現講個療癒啊，嘿，阿媽唔會想要叫字嘅，阿媽唔會感覺個煩嘅，嘿啊，所以早晨睇到雕嘅叫嘅時節，哦。個歡喜，然後就個想嘅時就個快樂，所以我就發現講，哦，真是的呢，科學家有講到，每看掉嘅15分鐘做嚟本嘅嘛嘅憂鬱症啊去除啊，係啊，我講啊，真是有一個研究嘅，所以我即家有數到一個歡喜嘅嚇，啊生活啊那個快樂，所以我嘛個希望分享本。現下嘅學生嘅啊，家長啊，係啊，因為我係集中欣賞嘅，啊，所以就會同家長啊，同學生嘅青少年個會有互動，所以我個唔驚同青少年強下，所以我退休以後就專心做看雕嘅社團嘅。原來有個興趣嘅培養係按嚟來嘅，所以對有個興趣變咗更加嘅專業，係咪？哦。哇，觀眾朋友，原來有個繪本還有按呢故事呢，不過啊，底部內容係一定係精彩哦，絕對唔好走開，休息一下，我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講到有個美濃上海自古有個繪本啊，係樣板來嘅，不過有個故事地圖應該係幾多嘅故事吧？繼續嚟請教我哋兩位在地嘅好朋友咯。靜慧姐，前面有講到有個繪本，其實我感覺講有個內容一定係豐富，和相信有個工廠一定係大。請兩個單位嚟做有個繪本嘛，還有其他協助嘅單位呢，也係講協力嘅好夥伴啊。我哋一本繪本嚇，其實係有一個創業單位，就係高雄雕嘅會。那高雄雕嘅會現係作為一個嘛已經成立45年嘅嗬，一個生態專業團體，現喺美濃地區嗬就有兩個生態據點嘅活動，就每10月咧第4個禮拜日跟第2個禮拜日，攏會喺美濃府，還有也上海地方去推廣賞鳥嘅活動。所以現對於就講一個繪本嘅製作嘛，有一個大嘅貢獻啦，吼，個貢獻嘛係參與就講也蠻應用嘅，也係自古嘅物卡，吼，就美濃府嘅一個濕地，吼，就有作為咧高雄鳥會美濃湖復育這個棲地復育嘅工作張提一片，所以我哋今下做下繪本嘅時間嘛，個需要嘅也係生態嘅調查呀，還有經營的一種特性。啊，聽嘢就講，我哋嘛希望也合法吼，唔免讓我哋團體跟80條學教推廣。啊，有啲具體嘅據點，一個據點就係一個美濃府嘅也水質復育棲地工作站，也係所在有幾多人會來了。啊，幾多人來了嘅時間，睇講我用華語圖南，也係
英文图囊，嘛可以多咧用合法图囊，也嘛可以除了介绍水质之外，其实嘛可以用。有啲教材和菜题啊片可以推出去，所以對於兩片嚟講，對人嚟講，跟菜題有啲結合；對於人哋嘅合法嚟講，嘛可以透過安尼平台，就用他家啲，你都有客家體系，認識咧調名，啊無他家講，來去看水質嘛可以去。關田看啊，和其他地方嘛都有。某一天來民農看嘛，來民農看就客家體系，客家應該有客家自家特色。就是講菜題不只是1+1大於2啦，吼大於3大於4。如人哋按到嘅合作嘅夥伴來講，咪都會積極來推廣，要個按登一下，或按豐富內容嘅要個繪本。不過按你講好咗啦，我有啲問題，我將會講，我上到面對咧。從條到按你咁樣先生就講，我哋8色鳥也真對菜題嚟講係一個特別嘅調嘅嘛。按美濃當地有按到嘅豐富嘅生態，做乜嘅一個繪本會特別顯一個自古一個水質做一個繪本嘅主角呢？我哋結下睇明日嘅繪本嘅主角嘅時間，其實明亮嘅主角，伊咧係在8色調，伊咧係在自古就用國調，我哋一下講雅連調，吼當地嘅生嘢起嘅名嘅。那嘅下其實8色調就代表一個son海淺山嘅生態系，水質呢就個含在睇雅連塘，安尼農田生態系底度。那水質而嘅下，因為我哋頭都咁樣上有講到過嘛，就講我哋有老嘅名嘅，嘛有新嘅名嘅。那新嘅名嘅，因為客家嘅調嘅名唔拉用嘅時候，我哋要按新嘅名嘅。而且佢按新嘅名嘅時間呢，就發生過神奇嘅事情，就其實水質也跟調嘅我哋客家按做羊角調，因為個菱角上嘅嗰種羊嘅角嘛，吼，就是羊角，係羊妹妹的羊角。但係我哋菜題嘅東門嘅時候，也喺美濃湖身邊有啲東門嘅時候，我哋咁樣想就實去帶演。去學堂學嘅人講水質嘅生態係嘛？天天堂課就分1、2、3年生、4、5、6年生，帶人去看也係老也係水質，用也是只去看水質上中用嘅。嘅下其實嘅下都係冬夏頭嘅時節，我哋就從個雅連塘，這個因為菜題嘅生意嚟嘛好演。就也都可以演無卡富權的環境，甚至演的爸爸媽媽有人就係種雅連的，我哋就從個雅連同一個天神啊，吼，我哋行過去看個寒天的時節，水質就會群聚喺雅連同裡邊明顯。結果演過去以後，研究作為咧客語童詩的創作，就咪咧先研究下童詩哦，最咪欣賞東門嘅時候也係素貞老師吼，伊就個起嘅一個名誒就。歡迎美濃湖嘅新朋友，我很雅連調，研究 V 嘅羊角調，起嘅一個新嘅名嘅，因為人發現，原來我哋也係羊角調同我哋一片嘅生態習性跟雅連塘，非常嘅密切，所以我哋嘅下就講講，書都有啟發，後就講講我哋應該去此頓用一個合法推廣嘛。還有生態推廣可以個發牌一些，所以就想講，有旗下嘅賞鳥社家庭，大家來共同創作，用一種遊戲把高料，然後有共同集體創作嘅方式，吼，來為山下之谷，吼，伊就應該講2007年弄擺嘅時間並冇。有一段時間消失啦，睇美濃，讓冬夏頭嘅時候來，但係我哋就希望可以留下來嘛，所以做也係富裕起啲工作站之後，伊就真係留下來嘅。那我哋就想講，伊來到也係新嘅地方，也係講佢叫我進來啊，進來以後，我哋帶伊去認識美濃，嚇，帶伊認識美濃嘅時節，就順勢咁樣農田生態系嘅調嘅介紹出來，所以其實也故事底部就一開始伊來到也係蔬菜，那。也個認識的萬人，吼，也係認識的也係溝通嘅，就阿鳳，吼，阿鳳就帶伊去，一開始睇上大，上大又講，我哋冇大，我帶人去撈美濃，就會撈美濃嘅田啊，吼，美濃嘅也係環境啊，水準啊，吼，來撈美濃嘅也個貨房啦，吼，去人上頂料啦，吼，一片都冇樣調嘅，吼。來為介紹，而且講名嘅，好容易認識，也地方好朋友，容易可以
過快樂誒，吃下來吃拉提面咯。古所講一個人哋自古吼，一個水質，佢唔係人哋面農嘅新朋友呢。談講來人哋後生人可能對佢冇認識，但係對對方來講，它是一個返鄉的遊子，係咪？係哦，如果講係返鄉嘅遊子哦。古所講談講來，其實一個水質唔單止係人哋嘅新朋友，佢唔像啦吼，等到像人哋採啲返鄉遊子，因為以前吼環境可能講唔好，佢都曬出去嘅，而家環境越來越好之後，佢都轉過來面農。繼續嚟請教一下，咁嘅先生，調到今回節，安尼同人哋小嘅一個飛本嘅工作啦，安尼80條協飛睇下嘅工作地位，擔任的是什麼樣子的工作？我哋就發現一種調嘅吼，很多水質嘛，頭都講到用國調，本大家看一下伊上物嘅樣式。哦，嘿，腳骨蟲呢？腳骨蟲，所以個好啲嘅腐葉植物當過，我哋面農都好有壓力。雅蓮伊愛摘嘅時節，其實伊個也未個免咩，所以如果好啲當個，行路啲當個食東西，所以伊就會天天嚟來。那其實我哋80條協飛就發現講，2000年嘅時節，台南關田其實伊哋冇到50隻，一種調一個貼片冇到50隻。天天嚟富裕到我哋面農8年前，我哋在開始富裕嘅時節，已經變1000多隻嘅。所以表示講關田伊哋按照鄰國調，因為鄰國田地會做得綠色，又做得啲當個做掉。唔過我哋雅蓮同做唔得，將做得綠色，所以就冇法都留下來。做掉，所以我哋也下看到也個係營業田嘅毛，就上下嚟按講。唔過伊旱田，伊就會啲個嘛個腐葉植物上做掉咩？唔過伊旱田會上下嚟。佢要設神路邊嚟。伊會一講來到我哋雅蓮同食東西。我同我先生8年前喺退休嘅時間就發現，一隻兩隻，怎麼都14隻嘅。我哋都好，我喺退休，我先生退休2年嘅。所以就想講，有可能俾伊留下來，我哋做得看到伊按講嘅用色啦，係啊。因為我哋發現，因為我哋雅蓮桶有安全用藥嘛。所以當個其實在摘之前就夠健康，當個嘛個都蟲會俾人嚟食。所以冇想到我哋8年前我先生同我就想講，我哋嚟做3年，來吃可能是學關田一點富裕的成功經驗。所以我哋大半年咧，我哋就開始同高雄調嘅飛朋友傾下，80條協飛傾下，面農愛上大家傾下，就開始時代下啦。冇用伊哋啲名，唔過我用我先生同我嘅退休金來做，伊哋上面就時代下天數我哋，其實天數個多。冇想到新一代中和嘅鄰國還有芡實一種腐葉植物，馬上就來嘅，5年嘅時候就上暖嘅，表示環境好，一定真是想要留下來。所以我哋做3年以後，第4年，我哋退休金唔得擺嘅，我哋就想講，係唔係就暫時停下來？冇想到一個水質之友大家就拿落嚟5000萬到我都卡講，我哋馬上要做股東我哋向下做啦，唔好請我哋兩公婆做，所以我哋就開始做嘅咩？做下以後就好多朋友向下來，所以我哋80條協飛雖然唔係一開始做嘅，唔過伊就一個企業組織向下天數，因為我退休以後有啲嘅奇美沙奇大學開嘅親子賞鳥班，嗰樣調嘅飛，啲嘅第4年開始，伊又開始無償認養，都有講到，應用也個觀光局做好也個水質富裕區，所以我哋有加嘅嗰樣調嘅飛，大家有真實啲一邊成立工作站，又有水質繪畫班，水質繪畫班底杯，大家有發調嘅咩？所以有一個 Candy 老師各位教同我哋嘅
80条下边的家庭啊，以上的家庭啊，高雄调去水质会办的家庭，同安的奇米沙奇太好的家庭，罗伦泰西大家发图啊，全部就想讲大家从下来做一本书咩？啊，因为伊人要来一边做志工，对一种调的嘛个认识，啊，所以好处就讲大家屯一个地方个熟，所以头都有讲到，在砍柴讲，先做上海和那米农夫的时间，人哋就先做自雇的啊，嘿啊，头都有嘛讲到，伊本来米农夫60公頃，因为大家热啊、沙沙啊，啊也沉啊，所以压力唔计迄个，原生种本来伫个米农夫嘛，啊小米。大家因来因成雅典无法度上啊，韩后由雅典朋友变成经济作物啊，伫米农夫附近做得变绿金嘛。观众朋友，也给人呢米农山下的自古日本绘本啊，其实里部的内容一定的精彩，也有几多的故事，更加含情讲述咯。等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来同大家讲，你用完成期也一种困难的部分哦。日本绘本唔单将係一兩個人嘅工作哦，其實係一村嘅人哦，大家共下哦，畫圖嘅畫圖，熟悉故事嘅故事，做田野調查嘅調查，哦，大家共下來完成一個繪本。啊，唔過一個繪本底部嘅內容，聽講還有幾多神奇，也講特別嘅部分呢，繼續來請教一下咁嘅先生好冇？咁嘅先生。條條聽人按嚟分享啊，其實底部嘅調嘅名嘅學範語，學也講行語，有幾多特別嘅部分，可以同人哋分享一兩個，唔能感覺底部個特別，也講佢印象佢什麼事情，好嗎？好啊，其實我哋嗰度家庭親子嘛，所以大家阿爸阿媽帶細嘢窮下來，我哋10個嘅家庭，啊就由大家窮下來，啊就從安尼，啊大家就開始。上啊，底部嘅內容係愛做乜嘅？因為頭都有講到，伊哋對我哋一個米農夫嘅富裕夠有認識嘅，所以大家喺上嘅時間就嗰度神奇嘅事情。啊，從我哋底部有一頁啊，吼，一頁，伊就會有一種調嘅，按到4公調，跳擺。我哋喺訪問總編嘅時候，伊講按到4公調。啊，唔過按講嘅。按講誒調誒用嚟咩按出嘅名咯，係啊，啊原來就係因為我哋總批啊，總批伊哋頭擺咩移民來到台灣嘅時節啊，喺度貨房，啊貨房頭擺嘅施工，因為冇馬桶嘛，所以就哋用施工，啊唔過施工個出，所以門攏做唔得咩咩啊，一定要留一班，啊我哋客家人有群欠，因為啲。火鳳身邊種果樹啊，係啊，所以牛眼樹啊、番酸樹啊嗰條，一種條一個好啲嘅做到，啊，所以米拜一送片數嘅時節，啊，伊哋米拜就會對個門看到伊，係啊，所以伊哋關係可以施工掉。唔過生嘢你個神奇啊，按出嘅名又按講，啊，因為咁嘅先生個好做南衫，傳統嘅客家南衫，啊，所以。傳統嘅客家南衫，生嘢就有認識咧，伊就講阿苗一個條誒，伊想要改名啊，伊感覺安尼伊希望佫講嘅名，所以佫像安尼藍染，吼安尼色神，所以希望揾到南衫條。啊大家感覺佫神奇啊，啊又佫講嘅名，所以一擺發圖嘅時間就屯南衫發上去，啊又屯安尼火鳳發上去，啊。唔過伊哋有一個梗啊，諧音梗啊，啊，因為我哋各位屯生嘢講，花做唔得南三講哦，啊三夫做唔得南三作哦，係啊伊就大家就人哋音納，係啊，要拄好教好咩，所以我哋下邊有拼音本大家看，係跳冇相同，音就冇相同，所以也個生嘢伊哋上到嘅就個神奇啊，也個我哋咧。講故事嘅時節，要做啲同人哋
客家嘅河房嘅文化融入去，啊，地杯俺哋南山從也個萬家什麼是黃色嘅嘅樹誒，啊，結婚以後嘅新來所有水紅色嘅，啊，也個從我結婚以後啊做白色嘅，啊，地杯攏發出來。所以新年嘅人嘅想法吼，要做啲人咧發出來，感覺個感動，啊又個神奇，啊大家感情又個好。嘿，唔但唱講，也看到咧，伊個畫面吼，特別看到喺唱調誒，其實特別還有幾多真有意思嘅，像咱哋衫褲哦，特別用版嘅內容，甚至於講咱哋客家嘅貨風也包含喺地杯，哦，甚至咱哋咧台灣諧音梗也喺地杯，唔但唱講把你可以做諧音梗，連咱哋客家話也做得做諧音梗咧，哦，幾厲害咧！我所講，睇家哋看一個飛本嘅時節啦，可能吼，可以加看到。幾擺安尼看得，咱看得出地杯嘅內容，更嚴格一擺。除了一個施工調之外，地杯還有個特別的冇？其實我哋睇做一本飛本嘅時節嘅故事吼嘛，用，因為畢竟伊係才帶有一種教育嘅意義，跟一種生態推廣嘅意義。那過去其實我因為講調嘅就係對農作物唔好，就專門來識我哋嘅農作物啦吼。但係雅典調有規模相同，因為是蟲誒。所以我哋就發現，過去雅典嘅一個農民吼，人對調嘅嗰種有無樣，嗰度無樣觀察跟看法吼。譬如講，一篇我講嘅就係，人發現一個雅典堂會出現嘅幾種調嘅吼，譬如講嘅一個花嘴鴨嘅吼，花嘴鴨大門好識雅典嘅音色就安尼音色是鏘鏘吼，所以伊就一個雅典。農就看到一個頭拿通就係，有個發作啊專門唱會識一個藝雅典嘅吼，那還有一個我哋講歌劇嘅吼，伊個腳個長鳳鳳，他們講係五色拍色嚇，我哋講高蹺痕啊吼，我哋就講歌劇嘅，因為這是他們歌，那伊就講歌劇誒冇在定藝雅典嘅，因為個雅典嘅就唱詩舞用嘅，寫時間嘛安尼。唱詩舞安尼中間沒有下去，再慢慢的聽到伊睇以後表水音表音歌，所以寫時間就一個歌劇就會來。所以雅典農嘛對於佢頭拿通就講啊，冇再定啊，有個雅典的嘢。那還有另外一種呢，叫做米企業，米企業就是我哋講潛水哈，潛水下去叫做米企業。啊，個米企業就因為睇個米農夫啲個內容嘅安尼是嘛吼，啊個米企業做掉嘅時候，要用插雅典嘅。哦，插個雅典來做個溫度啦。所以其實雅典農嘛佢頭拿通，但係唔介意佢頭拿起嚟以後，如果繼續插，所以研究雅典農就介意愛調嘅吼嘛，想出一種智慧，有一種平衡，就講啊。就不能做一刀就會損害控制的概念，就講做一刀以後，你就唔會再去做其他刀嘅。啊麼，如果跟人家刀拿起以後，你就繼續隱藏雅典的因上當安尼吼。那第四呢，你就發現水質會天數是蟲誒，所以也就係雅典農嘅也心情，研究看到其實冇一樣嘅調嘅，加人咧也雅典田咧也係管很慢誒，所以其實慢慢的雅典農嘛形成嘅一類，就講人對水質就可以是產生嘅某樣嘅感情，就一感情就講啊，原來水質我個人天數是蟲嘅哦，啊水質又係二級保育類哦，那水質嘛係一個瀕危的物種嘛，係一個就我講一個保護傘的物種，好，就我哋國家真是有補貼，也生態補償嘅營養，就講嘅田必是係一度唔怕嗌政府補貼，吼，就像下嗰度石虎標章啊，吼，嗰度一種生態標章，所以香港人就想講啊，其實我哋想要去改變一種嘅論述，就講農村個用因為就講。農民就會感覺一條生活對人嚟講，係都只有損害冇好處，都會廢除冇好處。所以我哋就希望講，其實一個歷程吼，最明我哋其實希望一個水質作為一個保護的明星的物種。一方面唔免讓唔免讓保護伊，還差保護伊生發的規則生態，因為有雅典咧，又有水質，那因為有安尼農田生態系，也個水質基地做起來以後，就規個又規落去哦，就嘛魚個又油個哦，就是有很多不同有米嘅嘛出來，而且也有有米嘅，其實有米人家曉得講有米，但有米有大蠻多種模樣，有米就發現呀地方已經開始就像人腳有皮安尼吼就。
也自古来的以后哈嘿，嘛带一个到新的朋友，黑了黑片，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理想国安尼，所以也根本係聲音嚟發出來嘅，吼，有片就會講哦，也面農嘅小朋友就佢聽佢講，哇，個牙鏈掉個腦哦，哈，這就是我們一個希望可以喺到人間吃鹽和諧共處、平凡的一個理想的這個生態人文家園，所以我哋呢故事就會睇入片結束。不過有個繪本按豐富嘅內容，按好嘅繪本，我哋可以喺書店方看得到嗎？還係講可以喺特別同聯絡，爭前面到有個繪本呢？一個繪本我哋其實有送到嘅國家圖書館嘅個ISBN 都有申請，所以其實就慢慢的可能有啲國泰通路嘛會當日嘅繪本，但係面我上下經費慢慢到，高雄調嘅費慢慢到。我所講，大家想要了解一個繪本嘅資訊，吼，打電話也講掃描去簽，一天都簽得到啦，吼。哇！觀眾朋友，今日大家係唔係認識咧？一個按貼片嘅繪本呢？冇唔錯個，大家假使講有閒落去美濃老了嘅時節啦，唔單止可以去看好看嘅風景，甚至講是好食嘅美食，甚至講也可以去釣頓一個繪本啊，去簽一下我哋嘅菱角調哦。今日先感謝兩位我哋好朋友帶來按精彩嘅故事同按好嘅繪本哦，多謝唔該。感謝主持人啊，感謝觀眾朋友啊，希望邀請大家來美濃了啊，做得看到嘅啊，還做得買我哋護智聯盟嘅健康嘅牙鏈，好，那我哋也繪本哈，就免買一本哈，就50年我哋會建本也水質復育基地工作站，所以大家唔單止係咧睇傳承也客家文化，嘛還才可以來參與到也生態保育嘅工作。好喲，替大家行通為支持我哋菜地嘅文化，也嘅生態保育之前呢，悄悄聽到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